元宵要到咯，今年新北市宾客天灯节2月7、8、12两天举行哦，拢会有交通管制。新北市交通局嘛表示讲，今年有安排100台的天灯专车，计共是有8条路线，呼吁民众哦尽量利用大众运输。 当年元宵会有济民众来到新北的宾客放天灯。今年的新北宾客天灯节是伫咧2月7、8，啊，搁有2月12这2推出哦。啊，所以讲伫咧新北市这边交通局为着要疏运旅客，原来是有准备天灯专车，要互民众。第一梯是伫宾客国中，第2梯是伫10分广场，为着避免车阵塞甲规世界，所以有交通管制。也那专车路线当中有8条，像目沙动物园、瑞丰火车站等等，自早起9点开始就通坐车。新北交通局表示，今年拢总有安排100台天灯专车，建议民众给运用大众运输。是到了106线的部分，以及那个台二丙的基辅路段的部分的话，都进行交通管制。那管制的时段的部分的话，是上午10点到晚上的11点。一般的汽机车的部分的话，都是禁止进入的。 那可能就是要请民众，就是依照现场警察跟义交的指挥来做行事。其实去年宾客天灯节过以后，新北市府有甲在地团体合办竞选活动，甲条地树啊、搭伫溪底的天灯扣互清气，拢总是变出超过160公斤的天灯甲粪扫。在地社区表示，那天灯节事实上逐个月因拢通扣100多公斤的量起来。比如讲，挂咧树啊顶较悬的，还是山边吼，迄阿姨啊因无适合入去，迄就爱等。 进山这个活动吼，啊，大家招来去斗扣挂安尼。大概这步道啊5、6礼拜轮一摆嘛，迄扣拢100外。环保的天灯就是较袂造成用拄仔讲的掉咧树仔顶，还是咧那个河流里面安尼啊，对环境嘛较好。 在地社区嘛指出，虽然有民间组织发明环保天灯，拢是怎做的，伫咧天顶就通完全烧掉。不过因为价销比一般天灯贵1倍，加上和在地沟通做无够，价卖的店少，推行无介顺利。但是原来有民众表示，为着卖老本事互当地，要是会愿意加开一寡钱来买环保天灯，为环境尽一份心力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佑新北报道。